主要是因为每个人的风险承受度不一样，因为投资工具真的百百种，有股票啊、基金、ETF， 也有零股，甚至也有债券。那我通常都会建议年轻的小资族，你可以从你自己最有兴趣的部分去开始做一些研究。那刚开始进场的时候，也许不要买多，比如说你对股票有兴趣，你觉得买一张风险太高，或者是预算没有那么多，那你就买零股。那 ETF 也是一样 ，ETF 0050现在一张要10几万，对很多小资族来说压力也很大。那甚至 ETF 现在也可以定期定额，而且很多券商都已经把定期定额的资金门槛降低到每个月1000块。那所以呢，其实我们从小金额开始，等到你上手了，每个月定期定额1000块，等你上手之后，你甚至可以拉高到3000，甚至是5000。因为呢，等你上手之后，你会知道它的操作的秘诀，还有每档股票跟它每一档的 ETF 都有它所谓的股性，跟它的一个走势的波动度。那如果你越上手越熟悉，当然你的胜算也就越大。至于比例要怎么抓，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哦，但是就是我会鼓励大家，那个金额可以是拿捏一个你能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，而且是尽量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挪一些我们其他吃喝玩乐的资金，因为毕竟现在小资族，那特别是我上个礼拜去看了主计处的统计，25岁以下的这个年轻小朋友，他们的年薪大概就是30万出头哈，那当然可能也刚毕业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一个工作，所以如果你又年轻，可是你又想要投入股市或者是基金市场的话，那当然就是一定会动用到你其他的吃喝玩乐的开销，所以这个在资金排挤的效益之下，你必须去思考一下，我是不是呢？一方面我可以做这个投资理财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的吃喝玩乐这个部分，或者是娱乐的开销、买衣服的开销，我可以有一些调整，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迈出人生理财的第一步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